今日同大家分享泰國嘅月 con， 我最中意就係呢個牌子 Glam， 佢係最舒服嘅，好似戴緊日 con 咁樣啦，一日戴8-9個鐘我都覺得好舒服，冇乜嘢。佢係主打自然嘅，咁所以咧就變咗佢冇啲比較妝感重嘅顏色。最新咧上年年尾咧就出咗 Russian 系列，即係有啲混血感，放大效果爭咁少少，但係如果你想要妝感重，都可以考慮嗰兩隻顏色。原價係369匹。都係唔需要100蚊港紙一對嘅，佢都會做 sale 嘅，佢只係 sale 得比較少，做 sale 就買1送1咯。咁嗰陣時咧就囤貨啦，狂買。第二舒服咧就係一個 Lovely 啊，你睇下我買咁多你就知佢有幾舒服啦。佢嘅優點就係佢長期都 on sale，佢又舒服啦，你想要自然又有，想要誇張又有，然之後長期 on sale， 長期都係做緊300匹買1送1。如果你中意妝感重嘅人咧，私心推薦 Smoky 呢隻色啦，再次一級嘅舒適度啊 ，Kitty 卡拉爾，佢係 Olens 平睇。係佢連舒適度都做到同 Olens 一樣咁滯，佢又係有兩個系列啦，正常嘅系列咧就14.5嘅直徑，跟住 mini 系列咧就14.2，咁我都係揀翻 mini 系列14.2嘅。跟住我最推薦嘅顏色咧係唔喺我手上嘅，佢叫做 Mini Julia， 佢係好似 Olens 嗰隻 Glowy， 我覺得嗰隻色真係超靚咯，勁推。